回顧公司過往眾多嘅項目，譬如 IFC 2期、ICC 以及大大小小接駁橋等，發現當中涉及鋼結構工程有一定規模，就開始構思成立自己嘅鋼結構部門，繼續秉承新鴻基集團一條龍垂直管理策略。於是乎喺2023年成立新輝鋼結構 SSCL。SSCL 主要負責做好鋼結構嘅品質監控、安全施工及成本控制工作，為公司以合理成本創建各項優質鋼結構項目。同時，我哋強調團隊精神，群策群力，確保設計同施工策劃環環相扣，達至一個實用且可行嘅施工方案，並將技術同埋堅持傳承落去。未來 SSCL 將會同新輝創新科技部通力合作，積極研發創新，引入創新科技及技術並有效運用，希望能建立一套安全且有效率嘅施工系統，譬如持續發展高強度鋼材嘅安裝技術，以及開發可持續發展嘅專利產品等。最後，我盼望 SSCL 於不久將來能夠成為香港其中一間具有實力嘅鋼結構工程公司。